我们借这个机会了，给各位大家来报告，因为我们最近看到很多人一时想不开啊。那么为了这个，师父就讲一个公案给各位大家参考，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些莲友们、法师们，甚至于世界各地的法师跟莲友，希望我们大家要谨记在心。一个人如果面对的心境非常低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业力的时候，你应该出去走一走找人谈一谈，这样无形中才能够转念人家说我们观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观念一定要转，不要被那一种无形的业力把你束缚住，你一定要很小心。师父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大家介绍一个公案，这是我们在善书里面所看到的一个唤醒人心能够挽救在一个命运十字路口当中非常彷徨的这种对象，能够让他找到一个目标走出人生的光明，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么在天台山一个方广寺里头有2位出家的法师，那么本来呢他们就是一个同参道友了，后来其中有1位法师因为某一种事故结果呢他寻短坠入在这个10两桥下，结果就死掉了。有一天呢，另外1位法师他正在打坐入定的时候看到已经死掉的这位法师呢，突然间出现在他的面前，于是他在恍惚之间就跟着他走出去了，来到这个10两桥畔突然之间，那位已经死去的法师呢，就一跃而下，就跳下去这样子。另外那位法师呢，就吓了一跳，连忙往前面要阻止他，但是来不及了，就往下一看，结果呢，只见那个桥下一片血肉模糊那已经死掉的法师，后来奇怪的，竟然又恢复了原形了。这一位跳下去的法师就说：“我每天都要受一次这样痛苦的煎熬这时候，这个入定的那位法师心里面非常的震撼，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很惊吓。而后他就突然间赶快出定了。各位，这是一个很简短的公案，但是在很多的这种实例的这种公案当中，只是一件而已。因为有意外猝死的或者自杀身亡的人，每天都要在同一个时刻忍受临死之前那种锥心刺血的痛苦，而且人死后的灵魂感觉的特别敏锐因此这种每天重演一次自杀的剧痛，比临终的时候还要强大数百倍、数千倍以上。所以你们的想象，这些亡魂所受的痛苦，那种惊恐跟无奈，是难以用我们智慧去判断的，这是难以想象的。每一个人在自杀的人都是一样的，他非常懊悔自己用这种很愚蠢的方式来了结一生。其实当你内心因为痛苦难耐而萌生寻短的念头的时候呢，一方面自己会因为钻牛角尖而使得心越缠它就越紧二方面呢，你的累世的冤亲债主更会专挑在这个时候来报仇雪恨，而一再的加深你的意识上面、你的观念上面那种无助跟混乱，并一步一步的强化你自杀的念头。你自己就本能会感觉到内在会有一股很莫名的力量在给你拉扯，一直拉你，似乎一直在催促着你
去寻短，来解脱这种痛苦。各位，所以你们会发现到你的亲友或者是你本人呢，内心之中有自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甚至于已经感受到那种无形的力量在蠢蠢欲动的时候呢，你应该要赶紧的觉醒过来，换个环境，或是找一个人聊聊，或者是一心来祈求佛菩萨带领你离开这些苦难，以避免呢这些恶鬼或者冤亲债主他们达到他的目的了，得逞了。所以我们呢有念佛的人啊，应该要很清楚，我们过去世当中啊，我们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众生。因此我们呢在转世投胎的过程当中，你的心境在低落，这时候他趁这个因缘，借这个机会，他就开始靠近你了，在旁边一直耸动，一直引诱，一直催促着你，你赶快你就了断，以达到他报仇雪恨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清楚，一世结成缘，三世报不完呢。我们应该要赶紧忏悔，多多念佛，祈求佛光普照啊，佛力来加持，这样子的话才能转你的业力。否则的话，你就一味的跟着你的念头这么动这么走，那很快就会了断自己。那你了断是不是结束了呢？没有结束啊，你的灵魂是永远不生不灭的啊。你有用这一种不是正当的手段来残害你自己，第一个，你辜负了上天给你转世在人世间的意义跟目的，你辜负了你父母对你的栽培之恩、养育之恩，你辜负了亲朋好友对你最大的期待，这些都是你亏欠人家的。我们会良心不安，造这一种罪业会对不起大家，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及时回头，赶紧多多念佛，投靠阿弥陀佛。那这样子无形中以后就不会有这些恶念、恶毒的念头啊，不会被这些外来的力量干扰，你会身心寡欲，清清净净的好好的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这一点呢，师父借这个因缘来奉劝所有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应该要注意，食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带给之后你的整个往生之后的生活会更加倍的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在心，大家互相鼓励。南无阿弥陀佛。